就显教圣门里面来讨论的话呢，入菩萨行论里面大菩萨吉天开示的，就呢自己的这个身体来讲啊，也可以用来呢布施给众生。其次呢，如果就诸佛菩萨而言呢，也可以以我这个身体来做一个供养。所以呢，就自己的身体而言呢，向上面做供养啦，向下面做布施啦，这个都可以来进行。다 너로 주고 좀 많이 봐 나초더니 가지고 봐 다 녹소 라야 되네 르 양초 맞지 시거리 세와대 다제 되네 게 시에마 이시랍게 까낭네 사치 나딘지 트여게 네데 가지고 라마 고마나비 송기자 센데 트유시네 휴임바ဒီနာလောလာတနေလူတဆိုကွန်ချိုလရာချဘာတာတနေလှန်ဒီချတာဆိုလာဖာဂျင်ဘာတုံနေလူတေစီကိုရီဆိုတော့တာကန်တာစာချင်းညာနေစေတဲ့ကောက်ဆိုလရာလူကျင်းစီကိုဂိုဂရီဆိုနေတနေဒမ်ဇေနော်但是呢，不仅仅是显教圣门、经教圣门的里面有谈到过了哈，在噶举派的中锋里面也谈到啊，有必要呢以这个身体呢来做上供下施，这种开始也有。那呢，譬如说呢，也些老杰喇嘛只是要谈到的那个大手印五之道的这个解释注解的说明，曾经谈到过的了哈。那呢，就大印五之道的这一个往圣先贤上师的开示有很多，在这个开示里面都有谈到过了哈，就是用自己的身体呢来供养诸佛菩萨的。布施给妖魔鬼怪的都有这种开示，因此呢，就大手印的禅修里面来讲哈，那用身体呢来做供养、做布施啊，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哈，就曾经呢做了这个教导。네, 단도 나네 되네 르 양초 마지 세고리세야 다 무슨 때고리세 태그 체가 고알라 대요리다 르 지마땅 세데 되네 은혜 파가 주 빼하 제바나기 르 고랑양 지마똥 그 고리 세완다 오시 요리 얘네 다다 나주 르제 냠니시 대야테 되네 무슨 땅 마고 와세 되네 곰자네 뭐봐ไม่เป็นก็เนี่ยอย่างชั่วมาจีเสียชีแต่เนี่ยยามนี้สิเด็กตัวเต้เนี่ยแต่เนี่ยมากะไม่เป็นยามนี้เต้โดยเต้นน่ะมาคอยอยู่เนี่ยตรงตัวอาจจะตาตาลุบเจสิเต้ดอกมานี่ก็สิเป็นยามนี้เสียริดา在经教圣门里面谈到用这个身体呢来做呢上供下施的时候啊，开示是这样开始谈到哈，但是正式做也有这样做啊，正式用这个身体呢来做上供下施，譬如说我布施钱财布施出去一样了哈，这个身体呢也正是用这个身体来做上供下施，这个确实也是有。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在密咒圣门里面谈到施身法的这个时候啊，那就不必正式用这个身体来做，而是呢用观想禅修观想的方式来进行，用这个禅修观想的方式呢观想这个身体呢来做上供下施，这个是密咒圣门的实修方式。所以呢奠基础呢奠基在显教圣门的教法的上面呢，再加上呢观想圆想的方式来进行，所以呢一样也是用这一个实修的方式，身体呢来做上供下施。네, 아주 다다 아주 잠내라 되네 루게 시 다용수 다 데바티 되네 마제라 둥그 되네 쭉 그냥네리。但是呢，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呢，谈到施身法的时候了哈，施身法最有名气的传承呢，是从这个马基拉尊他所传承下来的。뭐 되네 참에 생活생라 다 르제세 요번에가 없어서 오 다들 마제라 둥지 당아리 삼바시 되네 예를 콜구바시게 되네 내당 차대야리。因此呢，当呢大家内心里面啊去想到这个施身法的时候啊，马上呢就会马上想到，内心里面马上想到，施身法呢，这个是马基老尊他的教诫嘛，心里就会想到这一点。얘네한테는 다다 동우라 되네 마제 랍종 그 되네 공바치부 마임바 되네 라마
데레 혼을 somba 데네 마제 그 혼을 somba 라마 뜻수 그 다와 나로 라양 르겐 그 코르테 요로 哦，不过呢，就实际上的情况啊，修师身法这个禅修的方式啊，并不是只有马吉老尊这一位上师呢他所传承下来的，因为呢，在他之前的许多呢往生先贤的上师啊，他们的教戒实修法里面呢、就已经有师身法了。 페나 데네 마롱가 유가 라마 차사 로주진치 세와시요 다데 셰니 유는 뭐 말이 디데 야베게 데네 주 다주 베제 충종시 다데 돈소 고말라베 주 운동연 용용시 디 나로 라 데네 조제 그 송리 세와시 제 데시도 조제 파데 아데샤데 다그마나와 공세라 데노 디그 가우소야 데네 랑고 르데 란데 입다토소 탐체 라 但是究竟是属于是现都，得了大用不那个说了，家让呢，但是路究竟是个老少都有呢，不了差不多的，其实的马这拉中个谁把钱严重。长沙罗州领先的哇。哦，长沙罗州领先，长沙那么罗州领先了，空县的的罗啊，对，可能巴龙家具的哇，可能卸下来。 写下来的哦，那个先写出来哦。譬如说，宝龙嘎举有一位昌沙洛州领谦这位上师，圆寂的没有多久，就是近代的人物，他就写了一本这一个师身法介绍的书，没有很大本哈，一个小文章没有很长。 里面也可以念诵的很多的内容，这里面呢就有介绍了师身法的历史。可是呢，它里面写这个师身法的历史的时候啊，就谈到啊，就师身法来讲啊，这个大佛尊那底下也曾经开示过。那大佛尊那底下这个就这个是很早啦，那古代很早啦。那呢，它是印度的传承啦，所以呢，就阿底峡也曾经开示过呢，师身法的用这个身体啊，来呢布施给鬼怪邪祟。 这种实修的方式啊，那它是印度嘛，古代很久了，所以表示呢，在印度的传承里面呢、也有这个师身法的一个实修的方式，在印度本土就有了，之后在西藏传扬开来，但是在西藏传扬开来，把它发扬光大的那个就是马吉老尊。 네, 다 양 가지고라만 동지 비송군 거 송, 데네 르겐 유 데바테 양 다다 나수 태강 구추소 도서다 이히랍게 콩나 비송군도와 또 다나 라마 자우 되기 달래. 디나노 라야 데네 주 르겐 단다오 게 데네 르초진데 벌로게 메담 대양 동지 비송군 거 송양도. 另外呢，就是子贡祖师几任孙公他的开示里面呢，也有师身法的观想方式。那呢，就是在这个台中中心里面也有，就这个师身法的观想方式。那个祖师几任孙公他所开示的，那里面呢就有用这个身体原想观想这个身体呢布施给鬼怪邪祟的这种禅修法。哦，对对对呢，他。 마제 랍둥 그 데네 당아 찍고 마인바 데네 기마네 르초진 보야가 녹소르데 라마 고마 남바 타마 같다네 사조이세네 다 디그 녹소르 유 데바케 레이샤 因此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呢，就师身法来讲啊，显然不是马吉老尊他的教戒一个项目而已，显然不是这个样子。在以前呢，关于这个师身法的中锋实修方式啊，可能呢，往圣先贤以前很多的传承上师啊，就有这种实修的方式，就有这个传承的。东拉的呢，这当的路出进谁呀？的，多公把盐巴刚些了。 thế là ngã chú gom giờ này tiếng dân chú go này ya chú mà dân sẽ ya thế mà cái mức quá thì mà còn nên đó mà tốt quá xí bị làm đấy sao懂啊，从这给他们的话。懂啊，你个送的这玩意，伢没的。所以呢，就实际上我们来看看，就师身法来讲啊，它里面的思想呢是显教圣门经教佛经里面呢显教圣门的思想，但是呢，把这个思想它的内容法义啊。 我呢，透过禅定的力量等持在实修上面呢，透过等持的力量，
之后呢观想呢来做上供跟下施，这个是密咒圣门观修的方式。所以呢，可见这个法门本身是呢结合了显教圣门、密咒圣门的实修，是呢显密合一的一个中锋哦。接着当拉巴多波了，上下多吉特巴谁呀的？被打完了哇！上下多吉特巴可能让公巴打的这个烟呐，到陆军的帕金有啥马里啥马了都。就这一个总体来讲呢，密咒圣门特别是西藏本身密咒金刚圣门也广大发扬开来呀。但是呢，就密咒金刚圣门里面的思想来看的话可能这个施身法的内容应该是没有这个思想。现在的呢，节奏没来个我是个拿了啦，的呢，让个路的。야리에 강나기 야리에 강사이 강바나기 디게 나로라 데네 마 라미제 화초 용조 야리 루가 나로라 데네 랑이 자르진 홀라브레 랑고 루 자르진 홀라브레 데네 아 라미가 화초 요도 야리 데라 데네 초디 최바 폴네 데네 게와 심진지 동도 호그리 세와 데네 시송도明天礼拜给估计能到我可能了，然后的等你爷爷看，的难了，拉米进哈，他所教的是，等那然后就不进考了谁呀？俺拉米给进考了。哦，俺拉米进我车上要的，的今天来等那zad当个错的，却把破呢，给我杀，的给我的甚至我个哩，这个我真的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密勒日巴的有一首道歌里面曾经开示过自己的身体呢是圣者的坛城自己的身体来讲是无量宫殿，宫殿是房子嘛，是本尊天的房子，所以呢是胜利者的坛城。之后呢，在无量宫殿的里面那无上咒圣的本尊天众无量无边就安住在那里。因此这供呢，自己呢对于本尊天众来进行会供。累积广大的善根，把这个善根回向给众生应该要这样子做，必须要这样做，在他的道歌里面有开示。他上下给就过现在的上下了怕就是给当不的呢就要给打做的现在看的是个路等上给这些穷尽这些万那些，把上下他说人们是全部给的呢哪万钱的，你是的忘着吧，当不可能那样的忘的。就密咒圣门的入门来讲，就是我要进入密咒圣门入门来讲，或者说就现代的口语来讲，通行证、许可证、通行证，就是我要进入密咒圣门，我可以实修了。这个许可证、通行证是什么呢？灌顶。第一个往哪路呢？等于往拉达看人的忙不要的，等于那样到往左的，等于往右是等于不往当。那3万、7万、7万、10万些个往前些个一那样要的。但是就灌顶而言呢，也是呢各种各类，其中最为主要的，经常被谈起的4灌：宝瓶灌顶、秘密灌顶、智慧灌顶跟持具灌顶这经常被谈到的。第一个往一那呢，往当部的不往谁呀呢？不往个高手的呢，让个路的说的呢，来让人吧。碰不俺那家伙来看俺那用但呢俺就个没那话拉说不往不当，有的说他们家那什么样吧，他对了说吧，到那来就好都摸不住这个的，往这个电动做的，让个路的来让人吧摸不住这个的。但是4个灌顶里面的，首先第一个宝瓶灌顶，在进行宝瓶灌顶的那一个时候那有开示到什么内容呢？自己的身体呢就是本尊天，5蕴呢是5方佛，5大呢是5方佛母，之后呢根门以及他的对境呢是男女菩萨。但是总而言之，就是天尊的坛城嘛，就身体来讲。因此呢，在进行灌顶的时候灌顶本身有一个灌顶意，
进行灌顶的时候都是直指灌顶意，直指灌顶意的时候就谈到了身体本身呢是天尊的本尊天的坛城哦，那身体里面的话呢就有这个本尊安住在那里咯，这是灌顶的时候谈到。他上下个杂动能呢，将让个路的来让人人得了捏住谁不赢呢？上下个当成伢们这个的重要的。密咒圣门的根本，密咒圣门的根本堕罪里面又谈到的了哈，自己的身体本身呢就是本尊天，因此这个呢，如果伤害身体的话呢，这个就会违反根本堕罪。我做让路的来个就可以被中心来定呢，但呢，他让些家老多，我让个谁家把烟呢？别得把全部掐呢，你把全部掐呢，你话呢，建议把的送主要的，重要的。因此，这个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开示，就我们的身体而言呢，是天尊的坛，这是天尊的坛城。因此呢，譬如说自杀，自己杀死自己，如果自杀的话了哈，那这个是非常严重的罪业，是非常严重的过失，必定要堕落到地狱里面去呀。我是老主人的呀，马拉人吧，南塔老主人的呀，马拉人呗，马本的呢，当然要不马头呢，起码空什么叫呢，让些家长知道。第那个说了，我外送呢，但我就上下多的这个路上人，那让些家里都是要嘛的，就让些马家的带啊，说呢，老山那我个南塔有大吧。数据可能了。我去过多次。我去过多次。就让些马家是，开始让些家把人上下多的这块呢，让你来，结果来谁不200谁呢？别的我全部抢个的，对他就让人学会这个人，就让些马家呢，这是带啊，那呢，这空牙嘛，特别跟南塔有啊，当然没能讲东南有啊的。我去过多次，可能电车给大家讲了哇。对，假设这没哪讲。那说的是。在我们所看的这一个传记里面，《密日日巴》的传记，《密日日巴》的传记里面也谈到这个事情的，就是密日日巴呢，从马尔巴那边呢都没有得到开示，没有得到开示的时候，内心呢会非常失望、沮丧的时候啊，他就准备自杀，有这么一个想法，准备自杀。准备自杀的时候呢，这个大师兄叫莫去古朵切，就给他做了一个开示，说，密咒圣门里面呢，自杀是非常严重的过失哦。这是不得了，很严重的过失啊！所以你不可以这样做，你要好好过日子，不可以这样做哦。所以在他的道歌里面就谈到这件事情的。这是大有没告诉我，上下把拉米这个的话，打上下多些特吧。拉米个路上打的什么人呢？然个路谁啊？确保不是个有嘛多确保不就个我不这样的。要嘛的，第种些呢，拉米让这个公巴打的这个人呢，旅行的有什么的？来，当他的上岸人呢？然后上岸，拉米个路上，他可能这个公巴，拉米可能嘛东啊，呀嘛的什么马当呢？好了，说。拉米这个太卡什么当玩意呢？然后个路的确保不是有，然后加入进口的哇。来。对，所以确保不一不是个有嘛多吧？我让路的怕这样，个我不可能这样要嘛的。那说，俺拉米可以。拉米。但是呢，我们就是那个就是如果按照无上密咒圣门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啦，就前面不要去想了经教圣门啊、密咒圣门啊这么多的内容。可是我们如果单独呢，从无上密咒圣门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呢，自己的身体是本尊天的坛城嘛，因此呢，就这一个身体是本尊坛城里面本尊圣众具备的话，那这个是当作呢供养的对象。我所供养的处所，除了是供养的对象、供养的处所之外啊，没有说要把我这个身体的布施出去，这当然没有。对，我是大旅行的是这样的，但当下都是个人来的，但当下你个公办念谁呢？念你是吧？因此，这个我们前面才会谈到了。就现在呢，所要说明的这个施身法而言呢，显然它是显密融贯的教法，它呢是显教圣门、密咒圣门的法义连在一起融合在一起的教法。
对啊，大多数参加者学呢，对呢，样都是忙不着送的哦。但呢，大就个活动的些啦，但呢，等到你小上送，等是你等到你，但些呀得等到你些上送。就前面的这个背景的说明呢，我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呢。之后呢，就师生法的说明呢，用2个大纲来说明。但呢，对了，等唐伯等你啦，今儿等你拿去个活动努力些当，但呢，你把等你啦打谁着？没啦，那个陆军库ran个个年龄设的那个说啦，等到年龄跟着谁个吧？当然，对活动可能也不搞的，但呢，刚大军学他些学生说。第一项呢，总体佛法的法义做一个简略的说明；第二项个别来讲密勒日巴师生法的实修方式，它的法义啊，尽我自己个人的能力啊，来做一个讲解说明。啊，今儿的呢，那么参加别的呢，年龄谁呀？个对的，老男的，养那年龄生个个干啥？对啦，的呢，7-8码的话送。就送就남자랑吧，是吧？现在7-8码的话送些可以。总体来讲，就佛法所要实修的内容，特别是呢，就实修者来讲，类型也不同。因为这个原因呢，因此呢，就可以把它呢分类成3种情况，这个就成为了3世道次第。对的，啊，对的，大对啦，对的，就送谁来的？但呢，就穷哦，就人波，就钱波，是大的那个，钱人穷什么样的？其中呢，3世道次第要谈到的啊，它的名称称之为3世啊，就3种人的，所以呢，就是通常被称为呢下世、中世还有上世这3种类型的人。呢，这呢，就穷是对呀，对啦，的呢，把就哪怕参加呗，去年龄生气就等于养他老难的，他去年龄生气个穷虚的嘞。这去些是个要就多少的呀？他多少往不没修是那样，就修的嘞，就穷的。那说，就所谓的下世来讲啊，那呢就是在学习佛法的行者佛教徒之中啊，那等于是最低层次的了。就是呢，在所调伏众来讲啊，那呢根器里面呢就是最钝根的、最迟钝的根器了。对的。他第一个就穷谁呀？第一个上路了，刚才些哥哥要的谁呢？等你我说大一定的那个等你养了战斗呀，养了你中央，养了就在半角说呀，那说不他那个嘛不就有了，他得用作路当。就下世而言呢，他的内心的想法在想一些什么事情呢？我们现在世间的事情是很多的了哈，要么呢就是把我的敌人打败，要么呢就是呢照顾我的亲人家人，或者说呢要么呢就是呢累积财富，不断的累积财富越来越多咯，所以呢世俗的事情很多了哈。现在把这一切世俗的事情呢全部放下。他没有的，等你接话什么毛吧，没有了，种呢，等你脱离，他拉他们拉把的决定去找同一个，不对，没有懂的年呢，给我中间就干啥对啦，等你就穷谁个的。把世俗的事情放下之后啊，目标放在哪里呢？下一辈子，未来，我的下一辈子啊，目标呢要投身到天道去，投身到人道去，特别是呢，投身到啊学习佛法环境的这个人生里面去呀。那呢，为了这个目标之故，因此呢，就努力实修行善业的这种人，就给他取一个名字，称之为下士。哦，等到印度等你才得懂得人看个看啥的。等你哪怕参加呗去学习个，等你都是他们这了样，等你才图个嘛的。
所以呢，因此之故啊，如果对于这辈子世俗的事情呢、热切追求的人来讲的话了哈，那呢，在佛陀的教法里面呢、所要调伏的弟子啊，在这个弟子的最后一排，他也没有到，还没有到达，到最后一排他都不能做了。你把基本政府谁呀？第的呢打我就看什么考完了个嘞？但呢嘛，俺上都说啦，肉都没把马菜把个，但呢打脱离拉的没有的都说呀，等会儿就讲错了，等会儿就安心的碰呢，这个但呢留的这样，懂得没年娃的。其实第二项的宗师，就宗师来讲呢，我们经常谈到三界的轮回呀、因此这个呢，不仅仅是呢，不要掉到三恶道里面去啊，甚至呢，譬如说呢，天神的世界、人类的世界，他们也了解哦，这些地方也是痛苦的大海，性质也是痛苦的性质呢，因此呢，对这一个部分的嗜好也不追求。但呢，没有的当科瓦来他呀。当科瓦来怕他呀，但没有的容呢。但呢，大娃当公巴当酒吧，打工酒吧来个干着些一把烟的呀。科瓦来他说他可能让白种生给，真这些个干啥一把的。目标呢是背弃轮回，脱离轮回。把呢离开轮回、丢掉轮回当做自己的目标，然后啊，在见地方面、观修方面、行持方面，不管在任何一个方面，目标呢就仅仅只是要脱离轮回，在这个上面呢花了所有的力气努力去做。呢，就全部这样的呢，让个。天地东洋东太阳东的没年娃的，但你接话什么让东的脱离南面绿地洋东的没年娃的，这咱马车把个但你让个东东可完了他不但你他那个他把样东的没年娃给他。其实上士呢，就自己这辈子的这个部分呢，丝毫也不追求。就下辈子来讲呢，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啊，投身到天人善道去啊，这个也不追求。那呢，为了我自己个人之故，仅仅只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自己个人之故，为了利益我自己，因此呢，我就脱离轮回，得到解脱，对这个部分也不追求。那呀，另外一送这个就把搞的些烟把烟呢，他们曾经研究动物这个区的烟把刚开了，这样烟动这样的呢，科瓦个对瓦当，他把科瓦来他那个他把个对瓦怎么些买烟把，但呢他出啥这样他什么三界就光旁动的你如干啥些烟把的。而且呢，身口心三门，任何所做一切的行为，纯粹都是在利益其他的众生。这呢，就追求的利益而言呢，也不是轮回里面的快乐，也不是呢解脱的快乐，而是呢累积资粮，消除罪障最后就近的佛果，这个当做呢就近的目标去追求的人。呢，他什么当用我搞不说，但呢，他干啥个？历史呢，他干啥个？拿了啦，他人嘛着哇，但呢，一他妈吃个了哇，这呢，天地动的呢，就把人家头过啥，他一定得这才能这才的，他什么现在要嘛的，一定得去播什么当的这当。但呢，干啥的？他哪怕三界被去娘是人给，当哪怕三界被去，现在也是个多少买嘛几的。哪怕三界被去娘是人给，当哪怕三界被去也是个多少也把刚写了。但呢，这话什么？但呢，脱离拉米的话，懂得你给写的。样的呢，让你可话东儿的讲做用作来他话懂得你给基本中不带的，但呢，哪怕的你不曾经他
제 산재지 공파나 꼬바른 더베게 예비 코나 라상노 땅게 지우치 뭐게다 따뜻한 간사 마다와 당 아주 인지된지 감스 레 예예바리 因此之故，如果我们把它去做分析的话了哈，那这一个行为的方式，各种不同的类型、不同的人来看的话了哈，那呢应该就有4种。第一种呢，只追求这辈子，在这辈子里面呢得到名利财富啊、权势地位啊，内心呢只放在这辈子上面。就不再想其他的了啊，这是第一种人。那呢，如果是这种人的话呢，不是佛教徒，也不是禅修士，也不是佛法所要调伏的对象。第二种呢，佛教徒、禅修士、佛法所调伏的对象，这种类型的里面呢，只热切追求呢下辈子投身在天道、人道、天人善道里面去，这种追求者下世。之后呢，是内道佛弟子、禅修士。佛法所挑的弟子的某一种人，之后呢，他呢，了解呢整个轮回彻彻底底呢都是痛苦，因此呢脱离轮回得到解脱，在这个上面的热切的需求，这种类型呢中士。其次呢，内道佛教的弟子、禅修士，而且呢是佛法所挑的对象的这种类型的里面呢，心里面呢只有想到呢遍满虚空的众生。之后呢，让他们得到快乐的时候呢，也是让众生呢得到究竟圆满安乐的佛果。在这个上面的热切追求的人呢，这是上士。因此呢，就众生的类型啊，各种各类啊，那大致上分成这4种样子。那이럴 때는 아주 따나 다 추, 다 나랑 그 냠냠 따도 주고 얘나. 다 같이 추 그다음에学科다 근데 추 냠내 생기대야 근데 지난 추学过래 추 냠내 제거요래 얘네야 대대네 구치 세네다 뭐요 그 체바르지 근데 간사래 아 코란조 숨차르게 예차르게 근데 지난 추 대슈 냠서 나와 얘네야네 무효도 말하고 중세나 때네 간사티 예차르까더니 렉도去年 세계나 간사티 예찬도 洗个毒啊。都但是呢，就自己个人的经验来讲，就是呢去求法实修佛法，就有人呢去求法了。求法之后，他也实修佛法了，但是呢，就他的目标、内心追求的目标来看啊，这4种类型也都有虽然是去求取佛法、实修佛法，但是呢，因为自己个人的想法、目标之故啊，其实呢，前面谈到的是这4种类型都有。那他就是就这次买吧，真的懂得年轻的讲。去年那些年的前地区的去白酒的呢，当个奴。例如呢，不落在不进入在三世道不进入在三世的范围里面去呀。但是呢，他也去追求求法，他也去实修佛法。但是呢，求法修法的时候啊，目的只是把这个法呢用在热切追求这辈子，这种人也有。나랑 그 냠냠 따는 양 때문에 시야 때에 추시에 인다 얘네 양 때문에 다 참참네 강한 채반다고 다는 참참네 쌈노 동당 야보 마차는 선바지보 메네 니 마호바도 솔라 때문에 선바지보 차야 다 첸디 선바지보 차야라다 때문에 니 야보 구야 드치도 때문에 추지 랍자 마보시냐요 인지 출시에도 오르다 얘네 천디 생기보 차야다 니 구야라 소부지리 제비 譬如说呢，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呢，讲解佛法的内容。但是讲解佛法的内容呢，有时候呢是自己呢，有时候呢是辛苦劳累的，有时候呢是内心不高兴的，那呢或者是有时候呢睡不着了。因此之故呢，为了这辈子能够高兴快乐啦，为了这辈子能够睡觉睡得安稳啦，因此呢来讲解教法，这种时候也有嘛。
那样俺没嘛写了香港人着建筑业，地高说的呢，这当去处那也那边呢，他刚打的看过穷穷些都没写了，但呢好少了这些路接老松。但那个就怕是出些去的看些一些的，自然那边就讲出一些。这种我查呀的，那没把查呀的记到，讲出一些用不有，是的那个是的那查个提出个的，哦，香港了，那说那说，他送下去确定测林里面给过了对吧？讲出的，因为这讲的这种我的，那没把查呀的记到，讲查呀写不来。那说。之后呢，有一次呢，去了香港，的那个时候呢，也许是一个中心，总而言之呢，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房子了哈、哦。那有人请法呢讨论，就做了一个法训宣传，要教导什么呢？教导这个长寿无病禅修法啊，透过一个观修禅修，这个禅修要达到长寿无病呢，所以长寿无病的那个观修法。但是这种我的那没把得把参马的过一些了哇，但是参马的过了呀，得过一些了都也许能接把来的大，看吧拿到人家就马上呢，怕参加家人最对不起，去了见吧也许样来的大。好嘞，哦，这人那边都这种没把他参马的过了。那嘞。哦，对对，看吧，穷叫呢，马上呢，就参加家最对不起。那说，可能也修给龙马这样的读啊。人都开些来的，告诉也许的，告诉老个都俺也许你那个位老的，这个位老的。今年那车林那没过来哇？对的，车林那没讲对了。哦。对的，老家的参加家来了。但是呢，问题是呢，长寿无病的禅修法来讲啊，可是呢，这一个长寿无病呢。大家都需要，不管是谁，都需要呢长寿了，都需要不生病了哈，所以就来了好几位基督教徒，因为他们问说，可是我是基督教徒，我可以来做这个实修吗？修什么呢？修长寿无病啊，这样可以吗？可以啊。所以呢，屋子小小的，可是挤满的人，挤的都坐不下去了，也来了好几位那个基督教徒。哦，对，因为这人我的那没把掐呀个记得呀。当我让给人讲些用有，那个人就讲教有名的还讲嘛，说刚才你们经济学问呢。前两样的点在讲。我让给些用，个人错了，个人就讲刚才教有名，我让还讲嘛说。现你们经济学问。所以呢，大家都需要长寿无病了哈。但是上次说呢，讲是讲了。哦，就长寿病讲的时候，讲是用讲的就讲了哈，但讲完了之后啊，讲了1-2天也讲完了，但是他们怎么做禅修不知道，有做没做不知道，怎么做禅修不知道。哦，对，因为的呢，你说那当时说的呢，要不写个都嘛都把个的呢，所属个300个龙的咖喱一样吧的，我让个去咖喱娘那些都会有哈么个呢？哎，俺那看些个老的，哦，去写了几些，去写的那告诉了，去头部都是写过有什么了，还一个去都是过有嘛都，我嘛都是过个没老的。因此之故呢，恐怕呢，对这些情况呢，要好好的了解一下，就是呢，自己的动机是什么，还有呢，自己呢能够实修的法是什么，这些不知道。这些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呢，就去请法了。那呢，在这些都不了解的情况之下呢，去请法的时候所请求的法，往往都是呢要高高深深的法，然后呢低低浅浅的法我都不要学，我要学的就是只有高高深深，请你无论如何一定要讲解高高深深的法。真的是等你亚当，我等你去通过写戏剧集。等你在写剧集，他去通过的写讲西班牙人写剧集的，说出个露出个你把个娘那些都不明呢。第一个等你弄嘛进来拼的拖个嘛的，达到弄这样的年个有的。可是呢，假设是高高深深的法的话了哈。讲也是给他做了一个讲解，做了一个说明的。但是呢，假设啊，这个听法者自己本身的能力、内心的能力不足够，能力不能够去做实修的话了哈，那不要说呢产生利益，可能还要产生伤害。那本来大家俺去娘那谁啊的刘金是吧？刘金，
르쟁 그 문에 코란 거동 때 나라나 예배 그 루샤라가 풍부인데 초란수 가근 도나 샤라가네 샤체 타라가네 타체 룰가네 로제스 근데 참말로 동네 대효가 예배 그 냐네래다 譬如说，我们现在所要讲解的施身法来讲的话呢，施身法的法义是说，我现在这个血肉的身体呀、如果呢大家喜欢的话呢，喜欢肉的就给你肉，喜欢血的就给你血，喜欢经络的就给你这些经络。那呢，我内心的一个放弃、一个舍弃的想法，真的来做一个布施，是这种实修方式。 동물은 해용은 내가 없으면 뭐가 소자 근데 뭐쇠 효야 마도 봐 저진 춘이 세면도 봐딱 아주 참아래 근데 대가 근데 카도 춘이 마도 카칼라바 내가 없으면 샤타 가래고나 채송라 동물라 타는 뭐게 소자도 춘이 좀뭐 봐 내당 차들 문에 뒤추的 去야당 로여미 태점리 但是呢，实际上的情况呢是这一个蚊子小虫咬我一下下，我马上就拍一掌把它打死了。那如果这种都不能够忍受的话了哈，那嘴巴上讲的是说啊，喜欢血的我血给你喽，喜欢肉我肉给你喽，喜欢骨头我骨头给你喽。念诵的时候这样念，讲是这样讲，可是实际上的行为是蚊子一咬，我马上就把它打死。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那自己去实修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正确做实修啊？一个正法，那就有很多的疑问了。아이 세나도 된 고고로와 샘쌈이 때니 때도 짜와니니 요 말에 되네 야 꼰초라야 제 용고요 라 마생지라야 제 용고요 네 나랑 루 땅차이 꼰초 방보의 야등에 루 땅차라나 된 고고로야 그 자자인로와 저인데 뭐게나 되네 뭐게 주제래라 可是呢，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的情况会变成骗人、欺骗。为什么呢？因为呢，实际上的内心呢，给予布施给予的这个想法其实没有，但是呢，嘴巴上说的就是这个身体我用来供养三宝，这个身体我布施鬼怪邪祟。这个身体呢，我都已经完全放弃掉了，我舍弃了。那三宝作为证明，这你们要什么就给你们什么。如果这样讲的话呢，嘴巴上这样讲的话呢，那不是变成欺骗了吗？欺骗到是妄语，妄语例如10种不善业里面的一项了。네, 쭉 고는 아주 강동 뻔네 농대야 해요. 아, 뒤내가 없어라 체랑소 강라 된다 강라 월서는 체랑소 딱 랩쇼 토스제네 만남이 이야기고 그 참아 랩쇼 강이세나 네 루샤타가 추진시 용기 신의 깨땀을 열어와 얘네 샘쌈을 때니 나랑은 땡도 짜와니니요. 아, 아주 짱보도서 참아 너는 좀쇼 네 빼가떼이 랍 근데 샘이 땡도 짜와니미는데 내서 괜찮지않아 대라고 용어다. 那时候，施身法的一开始的地方呢，吹这个腿骨箫，吹腿骨箫的时候念诵那个句子，念诵那个句子的法义就是啊，那呢，请各位前来的，请各位前来，请从有顶天来，请从无间地狱来，那呢，为何而来呢？因为呢，血肉之身将行布施，我要把我这个血肉的身体啊，布施给大家好好的享用了。这个要吹腿骨箫，要念诵，但是呢，嘴巴上念诵这个法本这样念的时候啊，内心是百般不给，百般不舍啊，内心呢是一点点要给的想法全部都没有。这个好像是说呢，呼朋引伴、朋友、乞丐全部都来了，要大宴宾客了，但是呢，什么都没给，那这样不是变得很奇怪吗？ 지난번에 쭉 코랑 그 냠니 쭉 그 냠니 세외에 나왔는데 되네 다음 아주 예린지 감소 간사 라이 뭐라고 여여리 시시에 대바 디 나노니 지워 전부 그 냠니 哦，对。可是呢，就施身法的实修来讲啊，实际上呢，我们前面谈到啊，在这个世界上人的类型有4种啊，4种里面呢，上士的类型，它的实修法，就施身法来讲，应该是这个样子。 대양 지워 전부 인물가 나노네 지워 전부 라야 나시 그 예와 말아와 빠 망고야 돼 나시 말 예와 말아와 망고 예배 나노 내장 지워 전부 나노네 전부 라난다
这个全部拿了呢，全都就不干啥第两年里。施身法呢是呢上士的实修的方式，但是就上士来讲呢，里面内部做分类的话呢，又可以分类成很多种的类型了哈。那很多种的类型里面的施身法应该是属于上士里面的上士，它的实修的方式，而且是上士的上士里面啊，殊胜的禅修士它的实修的方式。다 지당 초아 뜻수 냠니세야 초아 뜻수 나로라 고란데 당보 잠로시 데니 셈지시 마르바 옌도 용거리 얘네야 쭉그 남냠니가 나로라 고교 너네 당보 셈지시 데니 잠로시 드르세는 고교 다네 마라 고란 마라바세는 시야리 一般呢，在修法的仪轨里面呢、一定有它的方式啊，仪轨一定都有它的方式。仪轨的方式呢，首先呢都是皈依，之后呢发菩提心，之后呢按照顺序就有了禅修的内容了。但施身法的方式啊，它的仪轨是颠倒过来的，因为施身法的仪轨一开始的地方呢是发菩提心，之后呢才是进行皈依，所以它的方式是颠倒过来的。대네 간사 대 냠니 생계가 간사 대 닝게 차가 초네 콜와 타다 동아지랑이도 색 콜와 동아도 즈바 마체바 같더니 타바 동도니 녀랑 대양 저바 용조 저와 다 대와 용조 대바해도 많통네 대네 시제가 다 시제라 예배게 대네 심지 탕제 동안 타다다 달성어가 사제지 공부하는 꼭이 사바가다네 닝제 집을 꽂네 방네 대네 사정초도 샘지바데 당보 해봐 대춘실이 讲究生求 사정초도 샘지바데 당보 그럼 당보라 되는 닝제 체하 초이 您这被切莫了哇？ 네네네 닝제 체하 초那切他确认的呢？你让给他把 내가 的 공방 당 샘지다 따서 다 대양 저바 용조 저와다 대와 용조 대바 해다 마통 那时候 네, 네, 대가 다 시세바당 시와 니가라 요비 심지대 탐체. 네, 네, 다 대와 타투바 대바 저바 타송고 토바 타송고 사지지 공방에 꼭이 삼바가 로 사조고 샘베 토마르 집어 왕수. 那时候结账当的你让给他把的蹲呢接给马了哇？ 네네, 저바 용조다 저와다 대와 타투바데 말아와라. 那时候。然后呢，就这一个禅修士来讲啊，那呢悲心呢要非常的强烈，悲心非常的强烈之下呢，对于轮回呢彻彻底底是痛苦，这点也非常的了解。那不仅是对这点非常了解的，这呢就得到解脱的果位来讲，声闻独觉，声闻独觉得到了这个解脱的果位来讲啊，并不是把一切的盖障都消灭掉，并不是就近，这一点呢也完全的彻底了解。这呢对于有极恶边的众生呢、那呢缘起这些众生呢，希望他们彻底离开痛苦。得到究竟圆满的安乐，究竟圆满的安乐是佛果嘛？所以呢，一定要安置这些众生呢，得到究竟圆满的安乐的佛果啊，这种大悲之心呢，要非常的强烈啊，就以这个作为动机，之后才开始来做实修。这是修施身法的时候，它的第一个次第就是产生这么强烈的菩提心。대양 드네 사조고 샘지바 대양 드네 가서 두준 시에 내가 없어라 드네 아마네 고송 시에가 와 사조고 샘대. 네. 드네 사조고 샘시에 내가 없어라 아마 진지리 마 나카다냐 베센지 탐제시 아마네 고송 시에가 와. 얘네 주 내가 없어라 대 마세네 드네 다क्या 남라 다와르세 버자시네 자조 네 시에야리. 네. 但是呢，就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来讲，平常我们谈到发菩提心的时候，都是从妈妈开始。所以呢，发菩提心的颂文里面谈到的时候，都是谈到微目有情众生，都这样讲所以呢，发菩提心的时候呢，开头谈到的地方呢，是对我呢恩惠最大的对我恩惠最大的就是妈妈。所以呢，对我恩惠最大的这些微目有情众生，之后开始
来思维这一个菩提心的内容。所以菩提心开始的时候呢，谈到的内容呢，是从这一个对我恩惠很大的这个妈妈开始，众生都是我的妈妈。但施身法开始的地方不是这个样子，施身法开始的地方是从呢对我有嗔恨的仇敌，从这个地方开始。다 강리세나 제일 sem진제 단에 칸라 다 나주 근자당라 데네 데 도보 니 삼바 근자당 제요라래 나랑 그 도보 도모 다 간자데 라고래 보게라 다 도보 이 삼바 그 제카 야 sem진 카셰라 나주 근자당라 고 나를 노지게 자이